卡变大雨大水淹甲凶险，水泵山灾情严重，上无已经16个人死亡，政府宣布全面停课。中国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香港警方加强戒备，唔互民众办纪念活动，一礼拜内掠走9个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一条天灾消息。南亚斯里兰卡礼拜开始落大雨，落甲做大水，这水是淹甲胸坎的悬度。这水泵山嘛，甲真侪厝、农地也阁有车路拢冲崩去。当地政府是已经宣布全面停课，停甲伫当时也毋知，爱看当时变好天。这场天灾目前是已经有16个人死亡。车路积水悬甲胸坎，民众扛物件慢慢啊行，也有人真细致地引导，想要协助大象脱离危险的所在。南亚斯里兰卡最近季风真强，初日开始雨规通倒，全国有20个所在，包括首都科伦坡在内，拢有严重影响。部分地区河流的水位向上欠悬，甲民家道路甲田拢淹了，甚至引起土石流，灾区的民众实在真艰苦。 දොර ගහකට ගිහිලා තියෙනවා මිනිස්සුන්ට කණ්ඩ නැහැ ඇල්ලතුරු ටිකක් නැහැ මොකුත් නැහැ යාන වාහනයක් නැහැ යන්න දෙයක් නැහැ රෙන්න දෙයක් නැහැ කොටිමකුවේ යටිතලද පාසුකම් අන්තිමයි මේ රටේ ඉන්නේ පාලකයෝ මොකද දිදිද කියලා අහන්නේ 苏国政府甚至捌切断电力，避免发生更加严重的意外。灾害管理中心统计，到初三为止，已经有至少10来人因为大水甲土石流这灾害死亡。全国原有超过12000栋厝受损。当地政府也派出军队协助救灾，佮宣布学校初三开始全面停课，一直到天气好天才上课。 不过，灾害管理中心警告，这种大雨还佫会继续落，而且佫有强风加雷公四呐。气候专家指出，全球暖化，斯里兰卡影响上紧，未来当地恐惊会面临做大水愈来愈急的情况。今日新闻齐婉玲编译。 今仔日是历史上出名的中国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1989年4月，中国立场较开放的总书记欧耀邦过身，大阵学生是聚集伫咧天安门甲哀悼，却是渐渐演变做争取民主改革的示威。这场2个月抗议并无得到因要爱结果，却是颠倒去互政府粗残开战车甲因镇压。 这张经典的相片，一个人徛伫咧战车的头前，展现坚强的意志，就是6·4事件上有代表性的相片之一。不过，经过遐尼侪年，当初是学生争取的民主改革，却敢若是也未实现。自从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迄当阵嘛有真侪学生因为反对国安法，就去互警方镇压。今年真侪反送中运动去互政府掠去的民主派人士，嘛已经去互正式起诉。 也若是伫咧昨昏，也就是35周年的前一天，香港的警方是加强戒备，唔互民众办纪念活动。一个艺术家敢若是伫咧街头甲笑脸这场活动，煞是就去互警方掠走。这一礼拜内，警方就掠走9个人。伫铜锣湾街路拢无讲话，只用手枪头啊比，香港警察随围起来。 中国6·4天安门事件35周年进前，香港行为艺术家陈锡心伫绿铁道以专程点点方式用手写出“八九6·4”，就互港警监视，随后就封传就警备车。陈锡心是一礼拜来防逮捕的第9人。港警顶礼拜2起，就针对敏感至煽动性大文，陆续逮捕伫网络发文6·4纪念大文的相关人士，包括已经伫咧坐牢的人权律师、前职联会副主席周行动。防逮捕的其中6个人获准保释，因过行动受到限制。但锡心的律师表示，已经防无条件释放。 香港过去是中国统治之下唯一允准公开纪念6·4的所在。当年6月初4，香港人拢会伫维多利亚公园用烛光烧煤。这项传统维持30年，一直到2020年，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真侪民运人士、日籍作家也是流亡海外。6·4前后，国家无看到纪念活动，只阵大批港警进驻维园附近，防止民众聚集。 也毋过，也是有香港人，就像陈锡心等人共款，用家己的方式来纪念6·4。前区议员朱江辉都伫家己开的商店，提供大纸蜡烛、明信片等6·4相關紀念品。我今年咧就同上年都一樣噶啦，即係開鋪啦，同埋我會點電子蠟燭啦，咁就
有啲客嚟到，咁佢想要嘅，我哋都會俾佢。咁就對我嚟講，呢個係一個悼念嘅儀式同埋一個好多嘢都冇㗎啦，但係好多嘢都做唔到，但係自己知自己做緊咩咯，只能夠講咁有啲嘢係唔敢高調嘅，老實講真係唔敢嘅。咁但係自己盡量做自己覺得可以嘅範圍啊，或者。主管會甲店內人客攏承認，佇香港自由愈來愈限縮，法律限制愈來愈具體的情況，會當做的愈來愈少。就算安尼，因有緣想要盡家己的力量，努力傳達這段過去，希望着蘇真相甲律師受難者無去互撤銷甲放袂記。公視新聞7月編譯。伫咱台灣中正紀念堂頭前的大埕，永安冇辦歷史事件紀念活動，真濟佇咧台灣的香港人、中國人攏專工去參加。獻青花蠟燭，寫留言哀悼六四天安門事件35週年。台灣是當前兩岸三地中為會當公開悼念之地，民團佇中正紀念堂前的廣場舉辦活動，不少在台中國人、香港人攏特別來參與。我覺得是要紀念一下，所以就特地過來。我覺得也是一種責任吧，就是我覺得對於要記住歷史記憶是很重要的。尾暗登場的暗會以追求民主、無畏無懼做主題。六四親身經歷者、中國海外青年攏出現聲援，各地8點09分進行默哀儀式。蠻在意就是人權啊、民主，沒有這些的話，孩子他也不會有一個環境去成長。總統賴清德鋪文指出，紀念六四是因為大家攏有共同信念，只有民主自由才會當真正保護人民。副總統蕭美琴表示，除了努力維護得來無簡單的民主自由，愛時刻會記一個大地方尊重的國家應該保護人民自由發聲的權利。行政院長杜英提講，會繼續記住歷史，用企業互相提起民主自由甲人權是一直追求努力堅持的生活方式。北京天安門廣場經歷嚴加部署，天安門城樓有藥網站也發出公告，六四這天日關起來，香港警方也請裝備佇以早舉行六四職工集會的維多利亞公園4區位戒備。當年六四進前攏會登紀念島文的香港基督教週報時代論壇上新一期頭版罕見的留白。小論中寫到，最近幾年香港社會變化冰天覆地，某一寡人的經歷甲回憶顯得特別敏感，愛無負歷史甲讀者，只有將問題化作空格甲一片白來應對當前局勢。記者綜合報道。鏡頭換來看朝鮮半島，北韓最近是放真濟噴射氣球，佮社會大聲話車，威脅着區域的安全。所以講，南韓今日就宣布講，2018年因簽的919軍事協議要甲廢掉。這軍事分界線附近嘛恢復軍事訓練，而且佮按算佇咧聯合國安理會提案，討論北韓造成的安全威脅。北韓這幾禮拜對南韓一直有動作，南韓初時早起召開國務會議，宣布全面終止919軍事協議，一直到雙方中間互信為止。這份協議是由迄當時擔任南韓總統文在寅甲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佇2018年兩韓峰會所簽訂，內容寫給雙方停止為軍事區的陸海空軍事行為。不過南韓指出，北韓早佇去年11月單方面跳掉協議，對南韓國防安全造成威脅。所以去年底，南韓已經重新開始對北韓的전사 정착 강조. 이러한 조치는 우리 법이 규정하는 절차에 따른 합법적인 것이며 그동안 9.19 군사 합의에 의해 제약받아온 군사 분계선 일대의 군사 훈련이 가능해지고 북한의 도발에 대한 우리의 보다 충분하고 즉각적인 조치를 가능하게 해줄 것입니다. 北韓頂個月2次發射軍事偵察衛星失敗，隨後佇禮拜向兩韓邊境放260多粒的噴射氣球，威脅百姓安全。30是向日本海海峽發射10粒地定飛彈，干擾南韓 GPS 甲專機航行。各地頂禮拜各一擺的空飄噴射氣球，累計達到3500粒。針對這款行為，南韓計劃佇6月中旬召開的聯合國安理會上討論北韓威脅和平安全甲侵犯人權等問題。I just want to remind you that Kim Jong-un,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imself, announced the new concept, new policy. He said he will regard South Korea as a foreign country and a foreign enemy, the most hostile foreign enemy.
南韩表示，美日韩三边合作会比以早更加紧密，以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更加无排除中科对北韩的边境公布反制。有专家认为，北韩电线启动是因为统治正当性受到威胁，包括顶5月2日展开的中日韩峰会，甲这个时阵南韩甲非洲举行的多边峰会，拢互北韩感觉压力。公司新闻两岸编译。咱台湾的邦交国海地3月发生动乱，误夺掌权，总理是去互逼甲落台。即阵前总理康尼尔是去互委员会任命做这个过渡时期的总理，今日宣誓就职。伊嘛答应讲会改善国家的经济甲制度，伫咧2025年进前会举办新的大选。另外，伫咧首都太子港的国际机场是已经关2个月过，即阵是重新开放，这联合国的物资总算会当送入去。因为动乱甲帮派暴力影响的海地，伫总理亨利被逼落台了后，过渡委员会5月底任命前总理康尼尔担任总理。康尼尔伫初3宣誓就职。Au moment côté, comme je dit la dernière fois, des groupes politiques arrivent et mettent différents de côté dans un moment où ils comprennent que l'intérêt supérieur de la nation l'exige. 本身是医生的康尼尔，伫2011至2012年捌担任总理，后来担任联合国发展专家。2023年1月开始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拉美地区的主任。伊接总理了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甲过渡委员会讨论参详新政府的事项。康尼尔要进行改革，化解目前的危机，为2016年以来毋捌举行过的选举铺路。Nous comptons sur le docteur Konin pour mettre en place les politiques qui conviennent avec le Conseil présidentiel de manière à adresser particulièrement le problème de l'insécurité et également redresser l'économie du pays, réformer les institutions et arriver aux élections crédibles, démocratiques, libres à la fin de 2025. 当时已经关2个月过，首都太子港机场嘛重新开放。头一批为联合国粮食计划署送来的物资顺利送到位，随分配予善者地区的居民。有报告指出，海地目前有500万人，差不多一半的人口拢遥寄失踪，包括粮食、医疗这的物资，拢倚靠国际人道救援。不过当地暴力也是严重，太子港超过8成面积拢由武装误导控制，谋杀、绑票、性侵事件真多。去年联合国答应派遣一个由肯尼亚领导的安全部队，不过到今嘛还未入去。康尼尔安怎让海地国际正常挑战真大？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奈及利亚总统提努布2023年就任了后，就一直拍拼经济改革，不过煞是造成钱骗宝、货币落价状况愈来愈严重。即阵全国真侪劳工就发动罢工，要求甲基本工资提悬16倍，好代表大概是11000多块。等待坐飞机的旅客坐伫涂骹，也是花手机消磨时间。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奈及利亚，包括银行业、书电公司甲航空业等主要行业的劳工，展开全国性无限期大罢工，工会要求政府爱将逐个月的法定基本工资为3万奈拉，大约代表726块，提悬16倍到49.4万奈拉，大约代表11957块。因为奈及利亚的通膨升悬哇30%，创30年来上悬纪录，好民众食袂消。目前参与罢工的输电公司是关掉国家电网，造成真侪地区断电，桃园机场也封关起来，飞机全部停飞。My flight was for 11 a.m. this morning to Abuja, and I've been here since like 7 a.m. We're not granted access to go in, and it's looking like there's no hope because it's almost 12. 为着中正经济甲吸引外资，奈及利亚总统提努布为2023年就任以来，就努力伫经济改革，其中包括一项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汇率的政策，煞造成当地的货币奈拉大幅度变值。不管是官方市场也是乌市，拢拔到历史新高，上惨拔到70%，互奈及利亚的劳工面临无价起，下当支配的数字严重救水，这是提努布就任以来劳工第4摆的罢工行动。Nigerian Labour Congress are actually exercising their right because you get poor masses are suffering.
奈及利亚经济以进口为主，专家表示，为了减轻收支平衡压力，央行可能实施进口禁令加外汇控制。不过，这项政策会让国内欠产品更加加重，通膨继续升悬，再加上天路部取消汽油补贴，虽然为政府当年节省100亿美金，大约3242亿台票，煞造成汽油继续三级跳。奈及利亚本身就负债真济，即马陷入多年来上惨的经济危机。人民的罢工伫短期内恐惊无解脱希望。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过去咱也听到日本製產品，拢會感覺較有保障。所以講，真濟台灣人咧買車，嘛選擇日本牌子。不過，即陣日本的交通省卻是指出，有5間車廠安全測試的資料是造假的，分別是大家真熟悉汽車品牌 Toyota、Honda、Mazda、Suzuki， 也閣有做重型機車的大品牌雅馬哈，加共是有超過30個車款停賣暫停出貨。這 Toyota 甲馬自達的頭家嘛攏用出面回事咧。美國新冠疫情期間，對抗疫情的代表人物福奇，總是出席國會聽證會，伊是好人干預病毒起源的研究。也若是今年1月的時陣，伊閣捌講囡仔灌喙暗，也閣有社交距離是無科學經濟的防疫方式，就引起真濟批評。時陣福奇就解釋講，伊會安尼講是因為無證據通好證明，這社交距離到底愛離偌遠才有效。83歲已經卸任國家過敏加傳染病研究院長的福奇，初三頭一擺公開回應新冠疫情期間的防疫策略甲起源調查這問題。共和黨議員是傳遞彈議，針對國家衛生研究院支持國外研究案的補助，部分經費流向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微波身軀冠狀病毒感染危害人。這個納稅人的錢是毋是贊助研發新冠病毒呢？福奇正式否認想要影響還是暗崁事實，表示對於病毒的來源是持開放的態度，按過自然起源的講法有更加多證據支持。It is molecularly impossible for those viruses to have evolved or being made into SARS-CoV-2. It's just a virological fact. Several who at first were concerned about lab manipulation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 virus was not deliberately manipulated. They concluded that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was a spillover from an animal reservoir. 另外一個爭議點是福奇在今年1月捌講防疫期間要求囡仔掛喙暗，也閣有保持6英尺社交距離，這無科學根據的代誌，互共和黨議員批評影響囡仔的發展甲學習。福奇解說，迄個時陣伊所講的是欠缺上好愛讓外遠的對照研究，相關措施是疾病管制局 CDC 先提出的。當咱想要阻止死亡海嘯的時陣，這正重要。You belong in prison. When you and your agency made mistakes, Dr. Fauci, what happened? We all need to be held accountable. Sometimes it's as simple as saying we were wrong. 民主黨議員是捍衛福奇的防疫貢獻，譴責共和黨烏白掛罪名。今年1月，福奇2天來接受中期院小組14點鐘的關門詢問，佇審查50萬以下的物件，20個關門採訪，收集10外證人的證詞了後，對因指控的極端罪名也是查無證據，考說共和黨的人無相信科學，敢若相信烏白講話的川普。The people bowing down to a twice-impeached, convicted felon who told Americans to inject themselves with bleach want you to believe not only a big political lie, but a big medical lie too. 聽證會上，互人問到因為防疫遭受真濟年的政治對殺甲誹謗，也互福奇情緒激動，因為毋但伊家己，連家後甲3個查某囝攏有受到各種的死亡威脅。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帶大家來看經濟消息。紐約證交所初3是發生技術故障，引發市場混亂，有幾多支股票暫停交易，連帶去影響到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 A 類股，竟然是大落99%。加在所有系統，即陣攏已經恢復正常。紐約證券交易所伫咧初3，因為出現技術性嘅問題，有買家40支股票出現交易異常，並且規個暫停。因講即馬問題已經解決，但是看起來，即邊故障唔是網絡攻擊，
不过，伫咧这美间2点钟的时间内面，包括股神巴菲特旗下扑克夏海社会 A 股，敢若是房市共款的博99.97%，每日股自超过927400美金，变做185.10美金。不过问题并无扩大，即讲美国股市伫咧制造业数据无好，也个对经济增长的担心，大部分股票拢跌。We've just made it through earnings, which were okay, better from the NVIDIA side of the world. 纽约证交所宣布，取消美国东部时间早起9点50分到9点51分之间的扑克夏海社会 A 股计价，伫603718.30美金，或者是以下的所有错误交易。有一间机构的经济商接受 CNN 采访的时阵讲，伊唔相信纽约交易所的解释，因为甲荧幕上离奇交易的数字斗袂起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镜头换来看体育界，法国脚球名车姆巴佩加入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这皇家队伫咧6月初1才摕到队史上第15座的欧洲冠军。这阵讲姆巴佩加入，声势是愈来愈好。红城讲这姆巴佩合约一档是3500万欧元，和代票就是12亿3000多万。法国总统马克宏甲球星姆巴佩握手的时，也确认过眼神。真紧，西班牙皇家马德里就正式对外宣布，姆巴佩所落来5年会是红白的一份子。姆巴佩也伫社群媒体打文，真欢喜家己的梦想变真的。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伊的合约是每一个球季3500万欧元。C'est un attaquant, un matador qui sera, et on verra. Parce que le Real a besoin d'un tueur. Je pense qu'il le sera. 25岁姆巴佩2月时口头答应转去红马，5月对外宣布本季结束就会离开巴黎圣日耳曼。伊2018年伫国家队协助法国摕到世界杯冠军，也摆伫巴黎圣日耳曼6摆摕到法甲冠军，踢伫2020年欧冠决赛，因过将机会输互有梅西阿根廷。巴黎圣日耳曼伊当今聘请姆巴佩，巴西球星内马尔也个梅西，拢希望摕到一座欧冠荣耀，却一直拢袂当如愿。随着姆巴佩名气愈来愈大，红马摆伫2022年向热手，双方也有高度的兴趣拍算合作。不过，去年6月，互法国总统马克宏出面挽留落来。A mí personalmente no me gusta y yo no le ficharía. Hace 2 años nos vendió absolutamente y todos le gritamos en contra. 几天前，红马伫欧洲冠军联赛以2-0拍败德国的多特蒙德，是队史第15摆伫欧冠封王。这几年，甲姆巴佩球员积极接触，即马顶级俱乐部加上超级前锋，也互认为是足大绝配。另外，巴黎奥运，姆巴佩捌表示愿意效力，国家队也需要伊，也毋过也爱看红马敢要放人。目前初步列出的25人名单无姆巴佩。主帅亨利表示，7月初3进前，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发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